继续来到婚宴的卖料，有一种传统的家庭的点心叫做桃仁餐包，即卖少人咧做咯。海丰社区特别带领着长辈来做这种的桃仁餐包，甲做成社区的品牌。长辈时代透过这种的参与，嘛找回家己的自信。 卖了因为风头水尾过去较欠物资，在地民众都会用家己种的土豆芽做粉，用米粉包起来煎。地方讲安尼的点心叫做桃仁餐包，变成家里每一个人的必备的手工艺的食品之一啦。 除了做餐包以外，社区嘛有规划地方体验的行程，何时代来做老师，教游客安怎做餐包。开讲啊，忙做啊，大家搁有通啊，社区加减有收入啦。做这加减袂互人啊，人来嘛会当教人做啊。 较早啊，遮拢低调，啊用迄低调迄个水，迄个滴洗器啊倒一炉啊，啊则用迄滴洗器做甲水。 阿公阿嬷透过做餐包的机会，除了动手动脑，嘛增加大家的社会参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